命，你好。你好。好有礼貌。下午了，会不会想睡觉？还好吗？我怕你们会睡着，因为接下来都差不多这样。所以讲讲话，聊聊天。然后，如果不知道我的朋友们，可能有一个团你们认识吧？图腾乐团认识吗？是。我是主唱哦。然后当天不解散哦，分开赚钱比较快。礼拜五才刚唱完图腾脱雪趴，然后有一首歌也是，算是我比较早期的母语的，就阿美族语的创作的歌曲。这首歌来自图腾乐团的《父亲的话》。Ara tenggu bagi di rumah